7月到8月是桃园观音莲花开花季节，在地推出一系列的活动，也有造型应景的装置艺术吸引真侪游客。不过有小姐为着翕相，唔惊死爬起的装置艺术，甚至佫徛伫面顶。主办当然是提醒游客要遵守规定，以免破坏作品，若是受伤就算袂好啊。 游客欢喜含装置艺术做伙翕相，也毋过详细看，莲花顶太有一个人。原来是这个查某囡仔坐伫莲花顶，一手画边啊，招力想要徛起来，落尾规气规个人共坐起咧石柜顶。这个查某囡仔翕相翕了，准备爬落去，下开莲花座是海甲真大力，后边游客正烦恼莲花会互破坏。 一个惊险的过程，拢互翕落去。查某囡仔互美甲变过，也毋过边啊明明都告示讲袂当卡。那太过分了啦！稻草这样要卷一个像这样的形状，对，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哦，如果这样不小心破坏掉，只要后面的人来了，真的是很可惜啊。大家要爱惜它，可以给其他的民众来欣赏。真侪游客专工走来桃园市观音区欣赏莲花。当年7月到8月是当地莲花盛开的季节，更加有北观音、南北河的美名。所以当年一到莲花季，都会有一系列的活动，也吸引到真侪人抢要翕相。家的心血，这样坐在上面可能也不太礼貌，破坏人家作品。因为我们旁边都有写着不要攀爬。那最主要是我们是为了游客的安全，告示牌做更大一点，然后也会加强现场不定期的巡查。主办单位也鼓励民众会当用照镜的方式，甲这个艺术作品做伙翕相。若是共爬起哩，唔有可能会毁掉作品，嘛有可能会跌倒受伤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